第12日，也門嘅亞哈單人。親愛嘅主耶穌，我哋求你加能賜力，俾所有支持亞哈單人嘅團體，求你祝福佢哋係帶住基督嘅愛，為亞哈單人爭取更多嘅就業同埋發展嘅機會。祝福也門政府同唔同團體，佢哋睇見亞哈單人嘅困苦窮乏，生出憐憫嘅心腸，願意制定適切嘅政策，好讓亞哈單人喺醫療保健、喺基礎設施同埋教育各個方面都能夠獲得平等嘅待遇。主啊，求你用你奇妙嘅方法開啟亞哈單人嘅心，引導佢哋喺基督嘅裏面揾到你為佢哋預備嘅美好嘅前程同埋永恆嘅盼望。求住祝福亞哈單嘅母語聖經翻譯事工能夠順利完成，好讓基督嘅工人能夠用佢哋聽得明白嘅亞哈單語分享基督嘅愛。我哋同心嘅禱告係奉靠耶穌基督大能嘅名字，阿門。